教育部按算要调整全科以上学校兼任教师聘任办法咯，要求私立学校兼任教师的钟点费未当比公立学校的标准较少，按算8月实施。各教工会是表示讲，2万元的兼任教师的钟点费32档来拢毋捌调过，各无到公立大学8成，因要求教育部应该赶紧来通过，提供兼任教师保障。 偏偏伫大学教册，公私立大学的兼任教师薪水差真济。根据教育部113学年的统计资料显示，有64%的私立大学兼任教师的钟点费比公立的兼任教师较低。有兼任教师表示，大约这10年左右，公立大学兼任教师钟点费已经调悬4届。这几年兼任教师伫公私立学校的钟点费愈差愈济，而且因用家己私人的时间做学校的代志，也袂使申请钟点费。 除了私校的太低，还有什么？上课前要不要备课啊？我不是就是这样子上去，就是这样乱胡讲乱讲。备课时间没有钟点费，那考卷要不要改？要改啊！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就表示，大部分私立学校的兼任老师长期受到无公平的对待，高达有44间私立大学超过32年毋捌调悬钟点费，因的钟点费敢若公立学校的76%。 的确是把我们的这个兼任老师当成是便宜又好用的这个廉价老师，32年不调薪，你如何能够接受？到底这些学校能够拿出什么样的一个理由说32年不调薪？我们的物价都已经飞涨了不知道多少倍。 教育部最近有发函表示，要修正伫2014年定的专科以上学校兼任老师聘任办法。未来私立学校兼任老师钟点费尚无爱比照公立学校。各教工会表示，希望教育部赶紧修正办法公布实施。另外，因为兼任老师无受到教师法和劳基法的保障，希望教育部会使同意劳动部互兼任老师受劳基法的保障。然后教育部是回应讲，按算今年8月施行。 针对工作权益的部分，教育部表示已经兼顾教育场合的特殊性，会依教师法的体系来规范。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。